好，来，乡亲啊，咱继续来看其他的新闻。来看这个行政院日前针对着选罢法人数加严，提出着复议案。行政院秘书长姜明兴昨亲身把这个复议函送到立法院，但是立法院无人上班，怎用念大甲大理的秘书长周万来的信箱？行政院长窦英泰今仔日佫特别讲。 有派人去赶公文，是毋是有方顺利来接收？民众党团的总调黄国昌惊体这种的举动，互人要笑也毋是，要哭也毋是，讲这个复议案注定爱失败来收尾。第一个向他抱歉是，我们连准备最简单的茶点。行政院新春团拜讲无经费，连点心都提不出来。 窦英泰出来，佫强调，在今天这个环节底下，我们更必须战战兢兢，不容许出任何的一点点的差错。我们早上还有请人到国会去看那封信有没有收走哈，听说也收走了，我们要做相关的准备。团败了，随召开政务会议，宣布法人数加严的复议案。今日一天，伫最后阶段送到立法院，因为受发现已经无人上班，只好将公文打伫个立法院秘书长周万来信箱顶。 我想把它粘在外面。粘在外面。由行政院秘书长姜明兴亲送，并有真济民进党立委陪同，高规格处理，表示慎重。行政院嘛发出声明，希望得到妥善的回应。不过黄国昌直接泼冷水，把所谓的复议案贴在立法院秘书长的信箱，让所有的人看了啼笑皆非。这一次第3度的复议案，如我刚刚跟大家所报告，注定以失败收场。如果一直不停地使用复议的方式来去否决所有立法院所做出的决策的话，那我会认为说，今年这个我们的国运签好像也不是特别的顺利。那是不是就是这个运如签？ 知影电影讲拢未同意，民进党团伫立院的报道，这日刚就发出加急的动员令，就是为了要严防国民党团人一个到直接表决复议案。所以讲，这礼拜恐惊逐天拢爱来报道。我本来是要做我推成功的高雄到熊本的首航，很无奈哈，就国民党到底会怎么出招？好，那我们就必须假动来等他们，预防他们出招。 拢总放下选区的事务，立院的开工日调也是风雨欲来，真紧张。Hello， 我是林明瑞。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锁定我们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